过有的迄个贴有个黄色标签，签，係呢我爸爸寫本藝嘅花，而家他拿日本係呢我太好畢業嘅時節，你畢業證，我爸爸媽媽來看我嘅作品，我就想講，麻煩跟我寫。哎呀，迄唔嘅第一個作品，第一擺展覽誒，第一擺展覽，哇，太好畢業展，哇，很重要呢。對啊，你是剛畢業嘛？為什麼看起來很新啊？係保存都幾好啊！哎呀，保存都幾好了，看一下爸爸寫的。哇，俺人給莫耶他也醜小鴨會化成天鵝嗎？張開眼睛看自己，看別人，也看世界。也係呢，我爸爸第一擺寫本我嘅花，就是關於我自己嘅創作嘅部分啊，所以我嘅我講到講，一段話其實對我幾重要。因為我嘅下其實我邊一陣花嘅東西係你花我自己看到嘅我自己，所以我嘅主題很多窺視我自己。所以第八爸爸那會寫講啊，看自己，然後看你自己以後，我看漸漸咪看出去看嘢嘅世界人咧。所以後來我自己咩發現講啊，我嗰種咩係呢對自己開始看，因為我太後嘅時節，我們說比較年輕的時候，大概會寫情講啊，我哋係呢。嘛嘅人，係咧慢人，所以給他就看我自己看到嘅自己，我就放我自己，有一點像變形的俯視的角度。對，所以那是第一本。後來我就歸美濃黑，因為我太好畢業嘅嘛，後來就歸美濃黑，然後後來以後又再去東海讀研究所，所以兩個兩本係咧研究所畢業以後，是教我嘅第一擺，應該講人生嘅第一擺。正式的畫展，對，也係拿咗日本。你從爸爸，伊可以來嘅時間，可以，伊讀了來。